还真久无落雨，台南七股饲蛤蟆养殖户受到真大影响，因为这个天气的变化太大了，滴水的咸度提悬，致使蛤蟆大量来死亡，养殖户是无奈心酸。 死一大片粉球啊，互渔民是真唔甘。最近七股区就传出粉球啊大量死去的消息，互渔民是真无奈。水汽蒸发足紧嘛，伊个咸度拢流入窟底嘛，啊流入窟底愈咸，窟底土嘛愈烧。 啊，粉球啊是爱秘入窟土骹底面，伊小站袂条，压起来就死啊。上拄好的咸度是伫咧2、3度，伤咸或者是伤正，就可能会翘起。啊，即摆因为伤久无落雨，咸度是超过5度，粉球啊才会挡袂牢死去。饲40档有啊，嘛是无法当改变。 这个气候啊！面对即马极端气候的变化，加上即摆真严重的霜冻，对靠天食饭的渔民来讲是真无奈。希望市府会让人斗3工顺利度过即摆难关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